好嘅，各位老友大家好，我係光頭啊。今日應星河單提 D 區呢一位業主所約，過嚟睇一睇下佢呢套4連排中間位嘅精裝別墅啊。嚟，房就喺呢度，我哋一齊睇樓。OK，呢個單位房產證面積一共係290方㗎嚇，一共係有7房2廳5衛1個廚房㗎，上下一共4層，實用面積非常之大，有成足足400個方以上啊！前後花園加起嚟一共係有120方，業主裝修一共等咗150個 W 啊！而家你買落嚟，咪直接送俾你咯。OK，咁嘅單位你有冇興趣啊？右手邊插支旗，讓我隨時睇樓啦。今日係咁先，拜拜。